首先要问候大家。那么今天是战墨春季课程的第4堂课。那么今天要讲的是《妙行解脱传》当中的第12个颂文。那么依照法王米觉多杰的侍者和弟子桑杰巴珠他的一个注解的科判里面，我们先看一下，也就是讲到了观修世俗菩提心当中可以分为座上和座下。那么座上讲过了，所以进入到座下转恶缘为道用，这里面又有10个部分，比如说转好静物资为道用，转受用为道用，转言语，转名声，转痛苦，转清净心之利乐，转清净行为，转兴衰，转嗔，转贪为道用等等，有10个部分。那么在其中我们今天讲到的是第2个转道用，就是转这个转这种伤害为道用的部分。所以对不起，第2个是转伤害为道用，而不是受用。所以这里的颂文是：纵人无理恩将仇报，然常愿其果成熟于我，而彼不受报，所造众善为此回向，此为我妙行之一。这是第33个妙行当中的第12个妙行。那么平常我们很多人会以为就是法王米觉多杰那个时代是一个美好的一个时代，不会像是我们现在这么的麻烦跟复杂，所以会觉得当时的人们应该还很传统，他们对于上师是有信心的，会礼拜供养，不会像是现在很多人都觉得自己可以和上师平起平坐，甚至到处诋毁上师，然后也觉得没有什么不对，觉得是理所当然。我们会觉得那个时代是很好的，不会像现在这么的乱。但事实上，当时那个时代不是我们想的这么简单。因为米觉多杰从他很小的时候，可以说就卷入了这个是否为这个噶玛巴，就卷入了这个噶玛巴的争议了。直到他圆寂之前，可以说他就身不由己的，就一直卷入到冈仓噶举内部的噶举的内部的，还有当时藏传佛教各个教派之间，甚至部派和家族之间的各种斗争和这种纠纷的这样的一种漩涡当中。所以当时米觉多杰他要做起事来也好，讲起话来也好，真的都是处处为难的这样一个状况。更有甚者呢，是很多呢当时曾经这个接受过法王米觉多杰恩惠的那些人，可能是
他们曾经接受过法王密支多杰给过很多的东西等等。结果这些人呢，既然是这个恩将仇报，然后到处呢都在各处去谣言惑众，这样去伤害这个噶玛巴。就连噶玛巴自己寺院的僧众和他身边的人，也都受到了这个池鱼之殃。总之，很多这一些带着恶心恶行的这些人，不断的对于法王噶玛巴还有他周围的人制造很多的伤害。那么法王密支多杰对于这些恩将仇报的人也好，或者对于这些伤害他的人，他是怎么去面对他们的呢？这个答案我们可以从他个人的一些著作，比如说一个叫做《个人行仪引导书》，这本书就是一个引导别人如何学习他的行仪、他的传记的这样一本引导书。这本书当中就有提到，就这本书中是怎么说的呢？就法王密支多杰他自己就写到，他说，就像这些种种内外的魔障，他说会遇到这样的魔障，都是过去无量生中就是当这些魔障伤害他的时候，他的想法是什么呢？他觉得这些魔障其实都是过去无量生中自己因为恶业烦恼的影响造作恶业的这个果报，所以导致了今生会受到各种的伤害。如果过去没有伤害到别人，那么现在也不会被他们伤害。因为如果完全没有被伤害的那个基础或成因，自然也就不会受到这种被伤害的果报。所以法王是这样想，就是因为我过去生伤害过对方，所以在今生他会这样子对我。所以在面对各种伤害的时候，重点是什么？重点就是我们还是要向内去掌握好自己的心。因为这是我们要努力亲近自己的心哦，这是最重要的。因为如果我们自己心中还有各种过去犯下的这些恶业，还有各种障碍得到人天善果或者就近佛果的这种业障，那就自然还会受到各种的伤害的果报。所以我们应该努力清净自己过去犯下的恶业，不管是今生会领受的果报，或来生领受的各种恶业的果报，都要清净等等。那清净这种罪业最好的方式是什么呢？由于过去生中自己伤害他人的一种这种叫等流的果报啊，所以致使到现在会受到对方的伤害。所以这里要努力做的是什么呢？就是避免让对方
真的伤害到自己而造业。换句话说，就是如果就是这样子冤冤相报下去的话，这样是没完没了的。这个痛苦的轮转也就不会有停止的一天。所以他伤害我，就到这里为止，不要让他伤害到自己之后而造业，让他再领受这个未来的果报，这样就不好了。那如何不让对方因为伤害到自己而造业呢？那就是无论对方如何加害于我，都要将它变成可以说增长我们的菩提资粮这样的一个方法，或者说让它转变成为让自己的善的力量增强的方法。所以换句话说，别人越面对别人的加害，你应该更增长自己的菩提资粮。所以虽然对方因为伤害到我，所以他因为这样的造恶还是会感得一些少少的苦，是这样苦的恶果。但是如果你能够将这样子的恶缘或者将对方的伤害转变成为增长你自己菩提资粮，变成是你自己的善的修持的话，所以别人的伤害反而变成了你修持的助缘，一个善缘了。那么换句话说，你第一个，你不仅是不会被伤害到，而且第二个，你也能够帮助到对方。帮助到对方什么？就是他未来不会领受到这种不好的果报，同时能够让对方快速的成就菩提。所以这是过去的祖师们不断的提到的一个方法。同样在很多的佛经当中也说过，受到那些魔障侵扰和伤害的菩萨，魔障和菩萨两方都会因为这个伤害的作为而增长福德资粮。所以法华密居多杰就说了，当遇到这种伤害，面对伤害的时候，一定要竭尽所能的把这样的这些逆缘带入到菩提心的这种广大修持当中。所以就像他在个人行引导书中提到的，他不只是这样子说，他也是真的这样去实践。因此法华密居多杰他坚持这种清净的这种修道之心向道之心，或者说呢，也就是他的个性使然吧。就是你看到很多人，他的个性就是特别的好，特别的殊胜。他是怎么样呢？就是他从来没有舍弃那些不喜欢他、伤害他的人，尤其是忘恩负义的人，他依然对他们是爱护有加的。他从来不会想说我曾经帮过他们，为什么他们现在这样对我？他不会有觉得说，很多人如果面对这样的忘恩负义的人的时候，都会觉得真的不想再管他们了，他们要怎么样就怎么样。
甚至会希望说啊，他们应该有报应啊，是这样子想。但法王米芝多杰绝对不会这么想，甚至还不断的去照顾他们。但现在我就老要写了，我也不卡这个来讲，大家他的其他地方这些，我鸟着写呀，人家鸟着的，米就都是鸟着写嘛的是。他呢是我点的库存的这些那个嘛。同时呢，法王也不会对于这些人我是非做更多的解释，他不会再去多费唇舌去解释说，哦，这个是我其实是哪里是对的，对方哪里是错的，他也不会去做任何的这种解释。不仅如此，他甚至呢，他会祈愿那些忘恩负义的人的那些报应不要在他们身上发生。他们对我忘恩负义了，他们可能伤害到我了，他们可能因为这样伤害到我，有任何的报应呢？甚至法王米芝多杰还祈愿说，希望这些报应不要发生在他们的身上。举一个例子，一个故事。当时呢，米芝多杰时代有一个人叫做拉泽。当时法王对他是有很多的期许的，所以给了他许多的这些赏赐。他是派人，就是从康区到卫藏送给他很多这些赏赐。但是这个人呢，就是一个忘恩负义的人，后来反而是加害了楚布寺。但到底他怎么样加害楚布寺，这我并不是很清楚。但总之，法王米芝多杰本来对于拉泽是这个人是非常的有期许的，有很高的期许，所以也赠送给他很多东西。但结果最后是他反过来这个加害了楚布寺。但据说后来他最后是这个惨死的。而当法王听到他这个最后惨死的这样的消息时，这个法王米芝多杰却是这个真的心生悲悯。他说道：“哎呀，这个人真是可怜，他被自己的烦恼牢牢的这个挟持控制住了，所以他是身不由己的。所以他完全不会有这种幸灾乐祸，觉得对方这个活该，死有余辜。他完全没有这样的想法，反而是毫无怨言的对他。而且也因为这个事件，还有很多那些被愚痴蒙蔽，然后可以说内心充满了嗔恨的人，
다 독재에 들어가지 샘제자면 독재 전부本来所有的人类所以反而是非常的担忧的，是焦虑不安的。他对于这些因为这个事件啊，而总是很多愚痴的人啊，他们内心还是充满了嗔恨。他对于这些人反而是日夜的在担忧着他们，而且为他们而感到焦虑不安，甚至担心他们就像自己的心被这个针刺到一样的那种的心，对于他们的这种愚痴感到心痛，这样子。所以他日夜的担忧、焦虑不安，还不停的总是在说：“哎，这些人这么愚痴，到底该怎么办才好？”而且还为了他们就一直祈请上师三宝大悲的加持，帮助他们，时常因此而这个哭泣。上面这些故事啊，都是这个他的侍者桑杰巴珠他亲眼看到之后所写下的、所记录下来的。所以从这一段很多这些记载可以看得出来，仿米觉多杰他真的是实现出这样一个诸神上师的一个行仪妙行。其实呢，仿米觉多杰的时候，从佛法上来看，他有很多的大师是可以说在支持着他。世间法上来说，也有很多有权有势的人支持着他。因为当时噶千大营的这个主要的人就是噶玛巴。当时噶千大营的影响力可以说是整个藏地最有力的一个组织、一个团体，而他又是这样一个噶千大营的负责人，所以无论从世间上、从佛法上来说，他是非常有力量的一个人，有权势、有力量的一个人。所以其实米觉多杰呢，大可借着他自己这样的地位，借着这样的一个身份，可以给予他们这种对于那个忘恩负义的人呢，这种严厉的一个惩罚，他大可以这么做。譬如说，在他们的身体上，甚至取他性命上，或者是在财物上给他们各种严厉的惩罚，他是有这个能力的。不像是现在我们说，像我们很多的佛教的这个大师，并没有很多世间法上的这种权利。但当时米觉多杰那个时代不是这样的，这也是我们要清楚的。所以他不是只有佛法上的权势，他在世间法上也是有力量的。所以他是可以给予他们那些忘恩负义的人这种严厉的惩罚。而且呢，他还可以说是可以说小以大义的说，他这么做都是为了这个杀鸡儆猴，树立这种威信，是为了佛教和众生长远的利益而做的。一般人会觉得，是啊，法王当时就应该这么做，这样才可以为自己博得名声，树立这种威信。但法王米觉多杰完全不这么认为，他也完全没有那么做，因为他相信那些忘恩负义或者说制造各种伤害的人，
终有一天，他们发自内心的来到法王米觉多杰的面前，这种做到如法的四力忏悔。如果有那样的机会，那就自然就会有那么一天。所以并不需要，终有一天他们会那样忏悔，所以并不需要这么麻烦的，可以说诉诸于法律，或者动用到嘎谦大营的戒律这样去惩罚他们。他觉得完全是不用的，因为终有一天那些人会真的反省而忏悔的。所以呢，法王是一个很能够感同身受，站在对方的苦乐上去着想的一个人。你可以想象，如果当时用那样子严厉的惩罚对付那样的忘恩负义的人的话，那对方是会有多么的痛苦。所以由于法王的为人是这么的正大光明、公允无私他的心又是如此的如此的一视同仁，总是在考虑着是别人，照顾的是别人，所以很自然的，法王的这个威德就非常的广大，而且可以说是名震四方。但这样呢，也有一个坏处，就是有些教派和一些其他的部落家族，结果他们看不顺眼，他们会说：“这个法王噶玛巴怎么事业越来越广大了？那这样是不行，会影响到我们。”而他们心中升起了这样的嫉妒和这种焦虑。所以呢，这些人呢，就对于米觉多杰师徒还有他的追随者，所以米觉多杰的师徒和他的追随者就经常遭受到冤枉，这种无端的责罚，或者说这种莫名的非议，甚至呢，这些其他教派的人还会竭力的去阻扰那些想要去谒见朝拜和想要供养法王的这些信众。比如说，他们就想要有人要去见法王嘛，他们就会尽力去阻扰。这些是我今生都碰到过这样的人，所以讲到这一段，我是深有同感的。还有当时很多人想要供养法王的信众，甚至那些阻扰的人呢，甚至是一个想要供养法王的乞丐，他们都会去伤害这样一个乞丐的性命。还有曾经呢，法王有一次大概30几岁的时候，他差不多是那个年纪吧，他30几岁，因为他30多岁的时候才初次到达这个拉萨，就是卫藏地区。那么大家都知道，在拉萨大昭寺里面的这个等身佛像，就是释迦牟尼佛像，可以说是整个藏族最重要的这么一尊佛像。所以所有人都希望一生中能够拜见这个朝礼这尊佛像。但是法王米觉多杰呢，曾经想要去朝礼这个佛像，但是却没办法去，就是因为他如果到了拉萨，他担心其他的教派可能会怀疑他，会嫉妒他，会仇视他，所以总之呢，最后他既然没有真的朝礼
到大昭寺的这个佛像，所有藏族都朝礼过，结果是他没有朝礼到。所以虽然当时大家都说，如果米觉多杰真的抵达到大昭寺，在释迦牟尼佛像前祈愿的话，那么藏地就不会受到这种外寇的侵扰，还有各种疾病、战争、饥荒也将不会发生，整个藏地都会安康。但无论别人怎么说、怎么传，但结果就是法王米觉多杰根本无法见到释迦牟尼佛像。所以到底是法王一生没有见到过，还是在这一段故事的那个时期30几岁的那个时期没有见到过，这我倒不是很清楚。但总之有这么一段的故事。再来，法王年近40岁的时候，因为法王米觉多杰只活到了48岁，所以总之他在年近40岁的时候，当时藏地的可以说藏王吧，但也说不清楚当时到底国王是谁。但总之当时有这么一个像首领吧，叫帝斯，就是帕竹帝斯。当然后来他的权力也没了。总之但当时整个藏地是他在管理，他还有权力的时候，他就供养了法王一个寺院叫索布寺。同时呢，他也希望法王能够莅临到这个地方，到寺院里。但当时法王说我自己没有什么办法管理什么寺院的。他是非常的严肃的回应了这个帕竹帝斯，说我是没办法这个接管寺院的。但是呢，帕竹帝斯呢是非常的这个坚持所以他不断的祈请。那因为世间来说，他又是当时的这个可以说最大的一个首长嘛，长官，所以总之呢，他最后还是到了这个苏普这个索布寺。那我这里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索布寺的照片。现在这个索布寺就只剩下这样子的一个遗迹。当时宗喀巴大师那个时代就是在拉萨附近有就是学习佛经的这样的教育的重要的有6个寺院之一，这是索布寺。总之其中索布寺就是其中一个。之后这个寺院变成了帕木竹巴的寺院，那后来总之又供养给米觉多杰，但现在如果去看就只剩下这样子几根柱子了。总之呢，讲回来，法王当时就到了这个地方，到了这个索布寺，结果呢，造成了当地其他这些教派还有僧众的不满。他们说呢，这个米觉多杰他们担心他们的地方会被米觉多杰抢走，所以他们甚至说米觉多杰这个噶玛巴是魔的这个化身，所以我们一定要死命的保护自己的地方，绝不让他
这个穿越雷池一步，然后呢，全副武装的，真的穿上了这个铠甲，拿起了武器，然后想尽办法要这个阻止他来，甚至要加害于他。所以呢，就像一个谚语说，一个凡夫在担心的总是自己有什么苦，而圣者他总是担心的是别人有什么痛苦。所以法王米觉多杰呢，他对于那些伤害他的人，他还是对于他们爱护有加的，没有因此而舍弃他们。他甚至会想说，为什么这些人敢以这样的恶心恶行去对待被所有人视为供养和恭敬的对象？是不是他们对于过去祖师那些清净的佛心事业视若无睹？但是讲回来，的确也这个不能怪他们，因为他们是完全做不了主的。因为在末法时代，所有的魔鬼都会进入到那些最有影响力的人的心中。那这并不是说降神这种附身，不是的，而是这些魔鬼他会去找寻谁是最有影响力的那样的一个人，然后令他们生起恶心，然后做出一些伤害的行为。那这些影响都是我们魔鬼怎么影响他，我们是看不到的。但是你会看到这些人总之在这样的一个魔鬼的影响之下呢，他做出了这些伤害佛教和众生的事情。所以法王会这样子想，就是说法王米觉多杰会想说，其实也怪不得他们，这是因为他们的恶业，还有这些魔鬼进入他们的心中，影响到他们，让他们做不了主。所以他也不会这种去，总之还是对他们爱护有加的。所以法王如果有能力的时候，他就会尽力的去消除他们的恶业，就是消除他们这种恶业的续流，不然他会尽量的避免和他们接触。这我之前课程中有说过。其实法王米觉多，其实通常一个大师都会是在哪里他最佛心事业广大、弟子最多的地方会留在那里，但法王米觉多杰反而总是远离这样的地方，去到一个跟他完全没有关系的、没有弟子的这样一个地方去。他就曾经故事中有说过，他会想要在这样一个近处去远离那样子的是非，这样去做修持等等。
所以总之法王用各种善巧的方式哦，不管是直接帮助他们或者避免和他们接触等等，总之总是想着帮助他们消除恶业。而且法王也会不断的祝福发愿回向他们，将自己的一切善业都给予他们。他总是说，真是希望这些伤害我的人，这些人的恶业的果报都在自己身上成熟，而自己善心的这些善果都在他们身上成熟。所以这就是密觉多杰的很重要的妙行之一，就是他觉得很重要的一个善妙的行为，就是当面就在面对别人伤害的时候，他能够带着这样的心去面对他们。好，我们休息半个小时。大等给公司吧，当然，讲我们遇到这过抽象的隔离啊。那么，就像刚刚我们提到，在密觉多杰的时候，当时各个教派之间是有纷争的。那么冈仓教派的喇嘛和寺院，包括施主，也都和其他教派有很多的过节，有各种大大小小的争执纷争。至于说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些纷争，从很多的历史文献当中呢，并没有很清楚的交代，这是纷争的原因到底是什么，或者有的时候有写出一些原因，但都是很片面的一些形容，所以很难知道真正的纷争的这个全貌是什么。但是推测来看，很多纷争的起因刚开始其实都是一些小事，然后后来一直再加上很多人的这些臆测，还有很多的这些诽谤，所以慢慢才变成了一个大的事件，变成了一个很大的一个纷争。但总之呢，今天我们的这个内容啊，或者说焦点并不在这些问题上，所以呢不需要多讲了。那么从自己当然从听者的角度和讲者的角度来看，有时候是不同的。如果从我自己，那身为就是从我讲者的角度来看伽玛巴，那么我是怎么来看的呢？那么由于我自己有得到伽玛巴的这样一个名号的加持，所以以身为，所以我并不是以自己身为是属于历代伽玛巴当中的一位的这个角色而说，不是。인질이 삼아 먹어도 따지 가르쳐 인례 체냐 바로 든데게 티좀사사 하고도 연생 가르쳐라입니다. 땅 아랑 그 섬수 쇼야다. 아랑 섬수리야다. 경험감만 봤어야지. 오늘 저녁에
当都是帮俺节约啥呢？那我自己的想法来说，所以的这个伽马巴，它是这样的一个大智慧、大慈悲、大能力的这样一个上师，但我个人来说，就是一个凡夫，而且是这个被各种贪嗔痴烦恼控制的，可以说是种牵制的、影响的这样的一个凡人。所以，我怎么敢说觉得自己是这个伽马巴，甚至连怀疑自己是不是伽马巴这样的怀疑都不敢生气过。所以当我在讲解这个伽马巴的历史的时候，我向来都是带着一个抱着我是一个伽马巴的追随者、伽马巴的弟子的这样的角色来说的。所以我在讲述伽马巴的历史，并不是很多人可能会觉得他是不是为了就因为他是自己是伽马巴嘛，所以他为了要衬托，或者说为了要有点是在赞叹自己，或者要说自己有多厉害，所以才讲这样的历史，并不是的。我并不是带着这样的心情来讲，所以我只是从自己身为一位这个伽马巴的追随者这样的一个弟子，而且是对于可以说想要学习效法伽马巴身口意的这样的一个人，所以我对于历代伽马巴的这些传记历史，我是真的很花心思去学习。所以这是我要做一段解释为什么要讲解伽马巴的历史，还有我是带着什么样的态度来讲的。所以从我自己身为一个对于历代伽马巴的历史有稍微一些了解的一个人来说，那么我归纳出历代的伽马巴可以说有3个共同的特点，就从第1世伽马巴到第16世伽马巴有3个共同的特点。当然他们有很多殊胜的这些特点但最主要我觉得有3个。首先第一个，每一世的也就是历代的伽马巴，他们因为是这个法王，所以呢每一世的伽马巴他们都在这种佛法正法的教学和弘扬上是不遗余力的，而且他们也在弘法上都具备着这些善巧方便。举个例子来说，伽马巴很特殊的一个行仪就是他不会固定住在某一个地方，他会以这种嘎千大营帐这种迁徙的方式，他会到上中下藏地各个地方，甚至到汉地、蒙古各地，到许多偏远的地区，让这些具备信心的弟子大众能够有机会夜见到法王，也因此和大众结下了这种很深厚的法缘。所以以至于在现在那些历代法王曾经莅临过的地方，就算现在当地已经没有任何一座噶举的寺院或一个噶举的僧人都没有，但是他们家家户户当中都还是会念诵伽马巴切诺或伽马巴的祈请文。那就是因为历代的法王伽马巴他们曾经这样子善巧的莅临到这么多的地方，结下了深厚的法缘，
所以他在这家家户户每个人的心中可以说有产生了这么大的一个影响，一直影响到现在。所以一方面来说，当时法王噶玛巴是可以说藏地的一个领袖，而他不只是在亲自前往到藏地各个地方，而且他也到了汉地、蒙古各个地方，甚至偏远的地区，他都这个可以说不辞辛劳的，真的到达那些地方去利益众生。那么接着第二个我觉得的历代噶玛巴的特点是什么呢？那么我们说从第一世杜松前巴到第16世让仲多杰，历代他们都有一样的称谓，就是都是噶玛巴，但是每一世呢都有自己不同的性格。譬如说有一些的噶玛巴他们的性格是比较温和，有一些的性格是比较这个强比较不一样。同时呢，每一世噶玛巴也有些不同的爱好，但无论如何，你会发现他们都不是这种很顽固守旧，都不是这样的人。同时呢，他们也不是那种这种信奉教条主义的人，他们不是的。举个例子来说，像是米觉多杰，法王米觉多杰呢，他是非常喜欢阅读的，而且他很喜欢跟别人这个研讨佛法。他也经典记载中说，他对于这些佛像啊等等这些也是很有心，很喜欢。而且我们从这些米觉多杰的著作当中会发现，他的这些笔法，他的言谈，他的也是深具特色的，和其他历代噶玛巴都不一样。据说呢，有些学者就认为，在耿敦却佩他的著作叫《龙树密仪庄严》当中，就引用了很多米觉多杰那些深具特色的一些字句，一些文章。那你可以说，耿敦却佩可以是在近代藏传佛教当中最受到，可以说最前卫吗？可以说是最敢于创新的这样的一位大师。而在这样的一位大师当中，他的著作还引用到很多米觉多杰这种深具特色的一些用词。还有很特别的是，像是第10世噶玛巴却因多杰，他是特别喜爱绘画，还有这种诗词艺术。而且呢，他的这个画风也是自成一格的，和其他藏地的这些画风都不一样。总之呢，我们可以看到历代噶玛巴他们对于各种文化知识都展现出这种不同的喜好，他们的思想是非常的开明的。所以历代的噶玛巴不只是对于藏传佛教对于整个藏传文化上，不只是在佛法上
是有很大的贡献，佛法的弘扬上有很大的贡献，而且在整个文化艺术各方面也是有很大的一个影响跟贡献的。还有再来就是他们呢，历代噶玛巴都不喜欢权力和权势。但我这里的这个权力啊，不是只有政治上的权力，像是他们对于管理处部寺的权利也不是很喜欢的，那更不用说他们不喜欢政治的这种权利了，就连要管理处部寺的这样子的权利啊，他们也感到反感的。同时呢，他们对于噶玛巴这个名号和地位附带来的任何的这些好处，任何的这些权利哦，他们也都是觉得发自内心觉得反感的。那这是怎么知道的呢？譬如我们在第8世和第9世噶玛巴的传记当中都可以看到，他们都曾经放下这个噶玛巴的名号和地位，也放下整个噶千大营的这个管理权，然后就前往一个极静处去闭关去进修。然后当时他们这么说想要去，就他们很想要这么做，但是后来在大众的请求之下那么他还是就留了下来，再这样子。所以这里也是一个特点，我发现就是历代噶玛巴对于权力跟权势是完全是没有任何兴趣的，更不用说是对于政治上的权利没有兴趣，就连管理处部寺的权利都没有兴趣，而且甚至对于噶玛巴这个名号和地位带来的任何权利，他们也都是没有兴趣的。这不确定讲第3点还是第4点了，总之再来一点。那么再一点，这个特点就是那历代噶玛巴他身为一个噶举派的这样一位上师，他的主要的责任那自然就是弘扬持守这个噶举的传承，那这是不用多说的。但是噶玛巴并不就只是弘扬这样子自宗自派而已，像甘丹第14任法座仁钦维瑟他写的一个佛教的一个教例叫明灯，这部著作中就说，总之历代噶玛巴已经成为汉地和藏地全体的一个福田。这个意思就是说，历代的噶玛巴无论是在汉地，他已经成为是在汉地还有在藏地所有这些人民的这种的这个福田了。所以我们看到直到第10世噶玛巴，佛行事业都非常的广大，而且福德圆满这个可以说威震各方，可以说他们都是藏地共同的这么一个上师。所以历代噶玛巴这个念及想的其实都是整体藏地和所有教派的福祉。他们从不会觉得说只有我自己噶举派是正统，其他都不是正统，他们不会这样去想。他们深知这种不同教派的存在是必须的，而且是有其意义的。甚至他们当时对于这个苯教的这个看法也是非常正面的。
而且历代噶玛巴也都极力的去想要消弭各个教派之间的纷争，是不赞成有各个分你我的。那么说了这么多原因啊，那么曾经有这么一段故事，曾经巴萨义师，他曾经去过印度，所以他回来的时候，他带了2个重要的物品圣物，一个呢就是从佛陀当年一直传承下来的一尊佛像，也就是佛陀当年我们叫护法的时候的一尊佛像的画像啊，就是当年佛陀交付这个护法藏的时候，然后一直传承下来的这样一尊佛像画像。另外一个就是龙树菩萨那个时代一直流传下来的对不起，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先是那样的一个唐卡这个佛像，就是佛陀他在护法的时候传承下来会用到的这样一个佛像。另外还有一个就是龙树菩萨那个时代来自菩提迦耶的一个海螺。所以总之当时巴萨义师就把这2个圣物就交给了杜松谦巴，并且说佛教呢就托付给你了。同时他就说，就像佛陀当年把他的法这样交付给下一个人，所以现在这个我也把这样的圣物交给你，所以佛教就托付给你了，你要好好的承担起来。所以从这个噶玛巴开始，从杜松前巴开始，可以说就是他的一个承诺，他要弘扬整个佛教，他要承担传续佛教的这样一个责任了。还有噶玛巴西也曾经说过什么，这个菩萨让众多劫尊空中显现包伞佛座伞等等，这是我们平常都会念的一个祈愿文。菩萨让迥多劫尊，这是指他自己他的另外一个名称。然后祈愿无分别迹象，意思就是说他自己呢就是这样一个没有对于各个教派是一视同仁的。接着说菩提萨埵事业力大悲光明遍十方，如同15之满月，祈愿占卜周吉祥。那这一段颂文的意思是说，也是说这个噶玛巴这样的一个菩萨的一个事业力，它就像是这个大悲的光明遍十方，然后就像是月亮的光芒15的满月的月亮光芒，它是平等的照射到大地上所有一切，它没有任何的分别。所以菩提萨埵的这样的噶玛巴的大悲光明也是遍十方的。然后接着说祈愿占卜周，就是这个世间吉祥。刚这些器材处理一点问题，同时呢，接着这个在法王第三世法王让迥多杰和德兴谢巴的一些书信当中就有记载说，这一段文字说，我的传承不是印度国王的传承，不是中国皇帝的传承，是什么传承呢？是持守佛教的传承。同样这段话也在说的就是这个达波噶举的传承，它并不是
某个支分的传承，他在持守的就是佛教的传承。同样，我们在第7世法王觉察家作他的一个著作当中也看到这么一段记载说，藏地的所有教派整体来说都是佛教，尤其也都是大乘，特别呢更是都是着重密咒乘修持的。因此所有藏传的教派都是修持佛教，都在修持佛教的教法，没有任何的差别。所以现在称叫萨迦、觉囊、夏鲁、婆东、格鲁、热振等等，或者桑波、冈波，或者楚布吧，或者直贡、达隆、竹巴。那么这些虽然是不同传承的一些宗派，但其实就只是名称有些不同，但是在法脉，也就是从佛法的修持上来说，并没有任何的不同。那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不同的名称？差异是什么呢？是因为刚开始寺院发展的时候，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地区，还有再来可能是他们的这些仪轨发型的不同，或者他们的法帽穿戴的方式的不同，或者说这种五堂功课就是所谓的这种法器施奏的方式有一些不同，所以因此产生了不同教派的这些差异跟名称。那么具有这些差异，不代表说就不是同一个佛教。因此所以所有藏传佛教的每一个教派都是佛教，都是在修持佛法，所以都是清净的佛教，都是众生的福田境。同时，所以这是第7世法王觉察家所说的。同时他在另一段当中还提到说，本人噶玛巴对于所有地区部族、弟子、教派、宗派，我都一视同仁。我从来不会区分这是噶玛巴的教派和佛教，所以只要是佛教就是噶玛巴的教派，而只要是佛教的弟子就是噶玛巴教派的弟子。这就是第7世噶玛巴当时这段文字是他可以说公告天下的这么一段文字。而且呢，法王米直多杰对于这种偏袒各自教派的这样的说法和做法，他是持反对意见的。而他反对的很多的理由都清楚的在他所写的一个叫对姑惹首领赎职这样一个引导文当中很清楚有记载着，大家如果可以的话就多去阅读。但今天呢就先不多说里面的内容，所以总的做一个这个总结也就是我们平时我们都是就处在就是我们自己的教派、自己的寺院、
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所以我们这个触目所及或者我们心中所想的，可以说都是自己的寺院和自己的上师，对于其他都比较没有接触。所以当我们讲到弘扬佛教的时候，我们可能很快马上联想到的就是要弘扬自己的寺院和上师的这种教法。而且因为我们一直都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所以我们想的也都是希望自己的寺院还有上师能够这种长长久久就是你不会觉得说会有什么样大的改变。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是更要好好想一想的，眼光要放远一点的。就像是这个一个谚语当中说，看别人的时候用眼睛就可以，看自己就需要一面镜子，因为自己眼睛是看不到自己的，所以如果你真的想了解自己的话，你是需要这么一面镜子的。换句话说，如果想要知道现实，当然你不想面对现实，那是另当别论。但如果你想要面对这个现实的话，你该怎么做呢？你就不要把自己当你是自己人，你是这个寺院这个上师的弟子，而要试着把自己想成如果你是一个外人，然后再来回头看自己的传承，再来看自己的寺院和上师的时候，你会看到，你可能会看的，从一个旁观者的角度来看，你可能会看得更清楚。换句话说，我们的眼光要放远放大。我们要真的慢慢的看得越来越远，然后才真的能够看到更远的。所以尤其已经到21世纪了，我们不能够再这样子不再面对现实不能再这样自欺欺人，是不行的。尤其现在世界上呢，有很多不同的宗教，其中有正派的，但也有很多邪门歪道。但世界几大宗教当中，譬如说基督教、回教，那么你会看到很多一些国家都会声称说，号称说我们自己是基督教国家或者回教的国家。但是你去看看，有多少国家现在说自己是佛教的国家，大概我们几个指头就数得出来，所以是非常少的。所以虽然我们说佛教是世界各大宗教之一，但是和其他的宗教比较起来，这个差别可是这可以说是天地之差的。古代来看，很多地方信仰佛教，或者说佛教的国家比现在是多的。然而现在很多本来是佛教的国家已经不再信仰佛教，光是从这一点上来看，可以看到佛教是衰退了，是退步的了。
其中佛教之所以会衰退的原因有很多，其中一个原因我们说可能是外在的一个原因吧，那也很多。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其他的宗教，他们透过很多这种温和的，有时候透过激烈的这种方式，他们来传递自己的宗教，所以的确传到了很多地方，但同时也让本来很多是佛教的这些地方也变成了不再信仰佛教。这是外在造成佛教退步衰退的原因。但另一个衰退的原因其实和佛教内部的问题有关。而佛教内部最主要的问题是什么呢？其实就是佛教之间的这种不和谐。我们可以想一想，光是佛教的分类分别有多少啊？首先，大乘、小乘之分，再来还可以分显乘、密乘之分。很多人就会说我是显乘，那个密乘不是佛说等等。再来还可以分这个汉传佛教、藏传佛教、南传佛教等等。从不同的传承又可以把佛教分类，甚至别说那么多，我们看藏传佛教自身又可以分成4大5大教派，搞不好未来还有6大7大教派呢。然后再看噶举一个，又可以分成10多个不同的教派。一般我们说噶举有4大8小，但可能这个名称也不是太好，有大小之分。但总之要说的是，就噶举之中就分这么多，甚至到现在还有人噶举当中还有人想尽办法想要再独立出来一个噶举的教派，另外一个噶举创立一个某某噶举派。所以好好想一想，世界上佛教徒就只有这么多，然后佛教自己还那么多的分类，这么多的派别，如果再这样分下去的话，这个力量它是完全就没有的了。所以佛教内部，藏传佛教自己噶举内部真的不要再分你我，甚至我觉得也不要再去成立不同的派别了，因为只要又有派别出现，就自然的会分你我。如果佛教要能团结一心我觉得第一步是什么？就是从自己开始，不然总是期待别人会做些什么，但自己什么都不做的话，那就像是什么？就像是你买了一个很好吃的水果不吃，你放在盘子里放几天之后，它会变得怎么样呢？都腐烂掉了。就像是这个样子的。所以我们说要让整体佛教能够团结起来，就必须先从自己的传承、自己的寺院的这种和谐跟团结开始，要有这样子和谐团结的思想建立，同时要真的表里如一的这么去做到，从自己的寺院传承开始，而且心中要能够坚定的升起团结佛教的思想。而这最主要的是，大家必须具备一种共识，这个共识就是什么？我们是同生共死的这样的一种观念，也就是一个兴盛了，整体佛教就兴盛了；如果一个不好了，整体佛教就不好了。我们要有这样子同生共死的观念。举个例子来说吧，
譬如说，我们看到现在美国吧，它是这个世界上的一个强国，那所以美国人也会觉得特别的骄傲，特别的有这种尊严，感到很骄傲。这是因为这个整体这个国家它强盛起来之后，这个国家的人民自然就会觉得有了尊严。如果说整体这个国力是很弱的，随时的会被别人这种轻视的话，那这里面的人民也会感到这种自卑的。但讲了这么多，我们现在要升起这样的感觉也并不太容易，因为我们都很局限的是在活在自己的这种教派的这种环境当中。但是如果有一天你到了西方吧，或者说如果你到了一个完全没有佛教的一个地方，你到了那边，你才会发现你这时候根本不会再想什么教派之间的纷争了，这什么萨迦格鲁宁玛这种纷争了，你甚至能够见到一尊佛像，你都会觉得非常的高兴。所以现在你自己能够身处在一个佛教的寺院和僧团在一起，这是真的非常珍贵非常难得的事情，但我们常常并不知道这有多难得。但如果你离开了这样的环境，你到了其他的国家其他地方去的时候，你才会发现这个地方的珍贵。世界上大部分的地方和国家是连一个佛教徒都没有的，更不用说有藏传佛教，更不用说噶举派、噶玛噶举派了。这些名称根本就跟兔子头上的角是一样的，是根本没有的。不然平时很多人都以为噶举就是一切，天是噶举，地也是噶举，非常的自以为是。但其实这就跟井底之蛙是一样的，因为他的见识是很浅的，只是活在了自己这样的一个自以为是的，或者说活在自己的这样一个环境当中。所以我们不能够再一直停留在自己的传承、自己的寺院、自己的这个上师是最了不起的这样的一个思想力了。而且更不要觉得你现在的处境是理所当然的，而且是永远不会改变的。所以尤其当地球村，或者说当这种地球村，当这种人类共同体这样的观念当这些观念呢已经是可以说已经是一种普世价值的时候，我们呢如果还蒙着眼睛一昧的想要逃避现实，那根本就是在自欺欺人了。所以我们真的应该要面对现实是很重要的。身为一个佛教徒，弘扬佛教，这是我们应该要尽到的一个责任。谈到整体佛教的时候这个意思就是说，不用在这种就是各种传承不同的传承、不同的名称，这些的分别都已经不再重要了，而是只要身为佛教徒，我们对于这一切都应该要予以尊重，都应该要去弘扬。所以
噶举互相之间，藏传佛教各教派之间，大乘佛教之间，或者每个佛教徒之间，我们都应该要相互的予以尊重，而且要互相的弘扬。这就是我们应该要尽到的责任。如果这样做到的话，自身来说就是尽到了本分，尽到了身为佛教徒的本分。第二，这也代表你做到了佛教的修行。第三，佛教里面总是说我们要对于平等对待一切众生，别说一切众生了，我们对于一个人，我们对于一个教派，我们都无法忍受。所以总之第三，如果我们这样做到的话，我们就等于没有枉费了这个过去祖师们弘扬佛法的恩德。所以总之尊重跟弘扬所有的教派是很重要的。当然很多时候讲到这种没有分别的弘扬好像是也忘了自己的本，这样子去弘扬也不是这个意思，你还是不能忘本的，就是你的自己的传承，这是你的最重要要重视的，就是你最主要的不能忘的责任，当然就是你要承担起弘扬这个自宗自派，这是绝对不能忘的。但是你要记得，你不只是要这样子去弘扬跟尊重跟珍惜弘扬自宗自派这样的传承，而且你也要同样的尊重跟弘扬所有其他的宗派，要有这样的一个认知。所以如果我们能够站在是全人类或者整个地球的这样子的一种胸怀，有这样子的一种胸怀跟角度去弘扬佛法的话，那么口上还说想要在三大阿僧祇劫当中得到佛的果位那是根本不可能的。因为如果你根本都还没有能够真的面对现实，或者说具备这样子能够面对现实的，然后又有这样子的这种胸怀去弘扬佛法的话，那还说想要得到佛的果位那是根本不可能做到的。所以我们应该要仿效这个米觉多杰的他的传记，他的这些行仪。我们要很清楚知道，如果再有这样子的这种教派的分别的话，其实对于自宗自派的弘扬，对佛教的弘扬都没有任何好处。